嗱，已經咧好耐冇介紹過陳皮啦，但係呢兩個咧真係令我忍唔住咧，一定要拍片。首先第一個呢一個咧係一個梅乾嘅超過10年皮，超級爆底我自留款。呢一個我等陣間開俾大家睇，係奢華到爆炸，但係平到爆炸。你中秋送禮啦，新年送禮啦，有體面又靚又實用又好用，收藏都得。我等陣間開俾大家睇，呢個一定要睇到最後。係啦，咁首先講咗呢個先簡單啲。嗱，呢一個咧係一個梅乾嘅10年皮嚟嘅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梅乾咧係新會嘅一線產區啦。咁最近咧好勁，梅乾收地收得好犀利。咁其實咧梅乾嘅陳皮應該會越嚟越買少見少，但係咧記住新會嘅三水匯聚真係先至做到咁靚嘅皮，佢呢個超正，已經連埋樽俾你啦。咁你哋扭開咗，咁原本呢個密封嘅我開咗啦，時間嘅關係。咁入邊咧係一打出嚟已經咧係芬香撲鼻，勁到不得了，係真係你已經一聞就知道佢係一個好靚好靚嘅陳皮。佢超級無敵勁乾水，好容易收藏，因為佢已經係密封㗎啦。我自己會買嚟收藏嘅，你買嚟用啦，買嚟飲啦，買嚟正氣啦，買嚟每一日飲啦，搣一角仔就得㗎啦。因為佢真係好靚好靚，佢嘅油脂好好喎，好靚喎。你睇下佢入邊幾靚，全部都係保真。超過10年皮咧，已經係有藥香㗎啦，同埋已經有藥性，可以咧幫你哋咧正氣啦，幫你哋一啲唔好嘅嘢點講咧？我唔知點講。總之陳皮啦，可以令到大家咧非常之正氣啦，可以幫到大家補元氣啦，令到大家喉嚨好啦，令到大家肺好啦。陳皮有好多好多用途，甚至乎已經超過10年，已經有藥性。咁出邊咧我哋之前買1兩咧都已經要400幾500幾蚊㗎啦。今日咧係518蚊咧，已經係有2兩啦，連埋個樽俾你，所以我覺得超級抵，所以我要同大家推介。同埋呢個咧都係我自私自留嘅，因為好耐冇介紹陳皮啦。咁我覺得儲下又好啦，或者自己用都 OK 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哋第二點咧，呢一個咧係大家一定要睇到尾。點解咧？好辣癲啊！呢一個真係好辣癲。嗱，呢一個咧就自家品牌訂製版嚟嘅，出邊係冇得賣㗎，唔好諗住 cap 我圖去第二度 search 咗 OK。呢個自家訂製版點解咧？我打開俾你睇，你哋就知㗎啦。首先打開咗，佢係有6盒嘅，有個介紹書啦，有6盒，一盒我拆咗，時間關係係啦，有6盒。咁你哋開咗出嚟咧，好靚㗎，6盒。一個陳皮嘅白茶，咁佢用2017年嘅貢尾同埋2015年嘅新會陳皮啦，2015年而家係2026年，即係11年嘅陳皮，再加9年嘅貢尾，佢係靚到不得之了㗎！你送禮啦、自用啦都好好，同埋今日嘅價錢真係好抵，你係睇到癲咗啊！提一提大家，呢個我哋得29罐，原本30罐我開咗1罐 ，OK， 係啦，靚到爆炸，送俾人，同埋佢所有嘅資料寫晒喺度㗎，2017年嘅貢尾。係啦，2015年嘅新會陳皮，咁我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已經開咗啦。咁你打開咗之後咧，佢有一個朱古力盒咁樣嘅，OK，賭神朱古力盒咁樣嘅，打開咗啦，賭神朱古力盒咁樣嘅，跟住一個紙皮啦，賭神朱古力盒啦，跟住佢再會有一層皮包住佢，跟住有一個折埋嘅袋，好誇張好唔好啊？跟住嚟到我哋嘅主角啦，6粒朱古力。你會見到咧，佢唔係嗰啲散料嚟㗎，佢全部都係好靚、好靚、好靚嘅葉嚟㗎，見唔見到啊？同埋一絲絲陳皮，咁你飲嘅時候只需要搣一塊就 OK 㗎啦，咁已經夠2、3個人飲，已經夠你飲過成個下晝。所以咧，一盒係已經飲到36次。但係講緊咁靚嘅11年新會陳皮啦，再加埋呢個咁靚嘅茶，幾多錢咧？呢一盒賭神朱古力超華麗嘅包裝，你新年送禮又好啦，中秋送禮都好啦，聖誕送禮都好啦，都係講緊228蚊一盒啫。你話我點可能唔俾一個 video 佢啊？超值到爆炸！因為飲陳皮茶係好香嘅，好舒服嘅，係一個享受嚟嘅。如果中意飲茶嘅朋友仔咧，真係你帶一盒咧擺喺公司或者帶一盒出 trip，就已經係人生另外一個享受。將飲茶咧變成一個享受，提升你個人嘅氣質咯，好唔好？呢一個好得意啊！睇下幾大個葉，所以呢一個超值，必須推介。呢兩款都必須推介，我好耐冇推介陳皮啦，真係抵到不得了。佢呢個白茶好香，佢呢個陳皮白茶真係好香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